今日咧係我哋嘅洗禮班嘅第一課，咁啊好可惜咧，就因為暑假嘅期間，咁咧就好多人都唔喺溫哥華，都出咗去，咁咧我哋嘅今次洗禮班嘅成員咧，亦都有人咧係唔喺溫哥華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只有用一個嘅錄影嘅方式，而且咧係我哋有國語同埋粵語嘅成員。咁所以我哋係要雙語嚟到進行，咁不如就錄一次廣東話，一次國語啦。咁就本來咧，我哋嘅小組嘅洗禮班嘅第一課咧，我哋係會大概有1個鐘頭到個半鐘頭到嘅時間，因為咧我哋裏邊會有一啲嘅互動嘅，咁但係咧亦都係因為只能夠就咁錄嘅時候咧，就缺少互動嘅情況咧，所以咧其實今日咧我哋第一課咧，我哋會係好短嘅。咁首先我介紹下我自己信耶穌嗰個嘅經過啦。咁你講翻我自己喺小學、中學嘅時期咧，我係天主教學校讀書嘅。咁但係咧自己一直咧喺信仰上邊咧都冇咩特別嘅取向。咁直到咧後來咧我就嚟咗加拿大讀書。中學畢業啦，咁就冇辦法喺香港繼續嚟到升到上去大學，咁於是乎咧就嚟咗加拿大嚟到揾出路喺呢邊嚟到讀書。咁嚟到之後咧，當時咧我係8月底嚟到加拿大嘅，咁喺加拿大東岸一個地方叫做 Halifax，咁我喺嗰邊嚟到讀書嘅。唔識人嘅，咁咧就自己初到貴境，咁就非常之好多嘢都唔方便，亦都唔識啦。咁係掙扎中嚟到求存。咁嗰陣時咧就結識到一啲基督徒，咁咧就開始咧就喺週末嘅時候咧，佢哋邀請我咧同佢哋咧一齊嚟到返團契，然後咧。星期日咧就翻教會，甚至乎咧，因為我住嘅地方咧係其實唔係 Halifax 嘅，係離 Halifax 咧大概9個字車程咁上下嘅地方，即係要搭巴士啊，要轉車啊咁樣嘅。咁所以咧，佢哋就邀請我咧，週末直情係同佢哋一齊住啦。嗰班咧都係一班留學生，但係咧佢俾我去打地鋪同佢哋一齊嚟到住。咁就開始咧接觸到呢班嘅基督徒，就覺得呢班基督徒嘅相處咧都幾特別喎。咁而且咧佢哋亦都好唔介意我嚟到咁樣，又無條件咁樣嚟到接待我，又俾我又同佢哋一齊食，又唔使我俾錢嘅喎。咁我覺得點解可以咁大方嘅呢？呢班人咁於是乎咧，我就喺團契喺呢個嘅教會嘅裏邊咧，我就借一啲書翻去睇啦。咁尤其是嗰陣時咧，我係讀完中五就過嚟嘅，咁所以咧喺呢邊repeat 翻12班咧，啲嘢非常之簡單啊，唔使讀書嘅。咁我就睇喺教會借翻嚟啲書咧，差唔多一日睇一本咁滯啊。我睇書好快，咁就一個禮拜睇7本，就係咁樣嚟到睇，搏命睇咩書，乜嘢嘅信仰類型嘅書我都睇嘅。譬如講咩叫信耶穌啊，講點樣教仔女啊，講點樣讀聖經啊，我全部呢啲都睇嘅。睇到後來咧就睇咗一本書咧，就講咧點樣同人傳福音啦。咁我就係睇點樣同人傳福音嘅書咧，嚟到自己帶自己信耶穌。我覺得咧，我繼續睇落去，繼續返教會聽落去，呢啲都係頭腦上面嘅嘢。咁我覺得我自己
親身要做一個決定，咁我就一腳踏入呢個信仰裏邊。我同耶穌講，我話我願意接受你做我嘅個人嘅主同埋救主，我承認自己係罪人，求你饒恕。咁由嗰日開始咧，我就成為一個基督徒啦。咁我信耶穌嗰個過程就係咁樣嘅。咁當然啦，跟住落去咧，好快咧，我就投入教會嘅生活，同埋咧開始參加服侍，嚟到侍奉神。然後咧，跟住咧，我就受洗，喺好短好短嘅時間之內，咁我就開始即係一路就嚟到投入，同埋咧追求嚟到成長。咁呢個就係我信耶穌嘅過程啦。咁你信耶穌嘅過程又係點樣咧？嗱，你而家咧係申請受洗翻呢個嘅洗禮班，咁其實咧喺由而家開始到你去真正落呢個嘅浸池受洗呢個過程裏邊咧，可能都有人問你點解你要受洗啊？點解你會信耶穌啊？你信耶穌嘅過程係點樣啊？咁你有冇準備好嚟到點樣答翻人哋，講下你信耶穌嗰個過程係點樣咧？呢啲咧係需要預備一下嘅。好啦，我介紹一下呢個嘅課程啦。呢個課程咧係好簡單嘅，一開始咧就講第一課洗禮班咁咧，然後咧呢個第一課咧就會話俾你知咧，跟住落嚟咧成個課程會係點樣啦。會有洗禮班嘅第一課，然後咧跟住咧就會介紹一啲簡單嘅信仰嘅入門基要嘅信仰。點樣成為一個基督徒咧？你究竟知唔知道你信嘅係乜嘢咧？然後咧就會預備你咧嚟到受浸啦。成個嘅程序會有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上堂，第二個部分約談，第三個部分就係浸禮啦。上堂而家係洗禮班嘅第一課，就係等你認識成個嘅程序，同埋認識呢個嘅課程。第二、第三、第四課咧，都會係喺網上邊有我哋預備咗一啲嘅錄影，你嚟到上堂嘅，係上大概20分鐘到半小時一堂。咁咧裏邊咧三堂分得好清楚嘅，呢三堂咧即係第二課、第三、第四課啦嚇。咁我哋叫佢做基要信仰課程1、2、3。一係講關於神嘅，二係關於我嘅，唔係我 Tony 嘅，係關於你即係個人呢個嘅單位。第三個部分咧就係我們啦。然後咧第五課咧，我哋咧就會有一個嘅小組嘅聚會，我叫佢做咧洗禮班嘅第二課。第二課咧其實係放到最後咧，就係呢個嘅成個課程第五課啊。咁咧呢個咧係 Q&A 小組，真係坐埋一齊實體噶，就會有問題解答。你上完呢啲堂咧，你會有啲問題想問嘅，想知清楚嘅。你有可能咧，因為係錄影，你已經睇咗1次、2次、3次、4次，因為你想聽清楚啲，聽完之後你可能都仲有問題嘅。喺個小組問題解答嘅裏邊咧，我會解答你問嘅問題，你可以問任何嘅問題嘅。然後咧就會請每一位咧嚟到講下，分享下你嘅見證，分享你係點樣信耶穌嘅，成個過程係點樣，同埋咧點解你想受洗咧？呢兩個問題。咁咧喺第五課裏邊咧，我哋咧係會嚟到
做呢啲咁樣嘅互動嘅一個嘅過程，大概都係一個鐘頭、個半鐘頭咁上下啦。問題解答，然後咧分享見證。好啦，頭先講到呢個嘅基要信仰嘅嗰三課咧，即係中間嗰三課咧。第一課神，神咧我哋會講上帝獨一神，講天父，講耶穌，講聖靈。然後咧第二課咧就係講我啦，講聖經、人，講救恩，講生活。然後跟住就講我們啦，一個嘅 community，一個嘅群體啊。講到洗禮，講到教會。好啦，咁咧呢個係上堂。上堂之後咧，我哋話第二個部分咧就係約談啦。約談咧係會有教會嘅傳道人，唔會係我，因為我係授課嗰個。咁咧就係嚟傳道，會有教會嘅一啲嘅執事坐埋一齊，然後咧同你傾下偈。咁咧嗰個咧你最好唔好將佢睇做係一個嘅考試，而係咧呢班人咧係代表教會嚟到認識你，關心下你嘅信仰狀況，你嘅身心靈嘅現況，然後咧預備好咧嚟到向會友嚟到推薦你嘅。為咗呢個約談，你係需要預備回答一啲問題。呢啲問題佢哋會問你嘅，唔係每一條問題佢哋都一定會問，但係咧佢哋一定會問你一啲嘅問題。譬如喺你嘅信仰裏邊，神係邊個啊？你描述一下你相信嘅神係點樣嘅？聖經有咩嘅權威咧？耶穌對你嚟講係邊個咧？耶穌係神定係人呢？人從邊度嚟嘅咧？洗禮係乜嘢咧？你點解要受洗咧？你將要點樣嚟到參與教會嘅活動咧？分享下你信耶穌嘅經過，你點解要信呢？嗱，呢個問題你會發現咧，越後嘅問題咧係越會問嘅。所以咧你點樣嚟到預備你自己咧？前邊嗰啲我會準備你，因為咧喺基要信仰嘅裏邊咧，嗰三堂啊，中間嗰三堂啊，我會講到呢啲嘢，所以你一定要上堂啊，一定要去睇呢啲嘅錄影啊，睇一次未必夠嘅。咁咧後邊嗰啲咧，你自己要預備。點樣嚟到預備咧？你頭先有冇睇我點樣嚟到同你分享我信耶穌嘅經過咧？好啦，去到浸禮啦，浸禮。浸禮咧，我哋會喺基要信仰嘅第三課裏邊講多少少關於浸禮或者叫做洗禮嘅事情。點解又會叫洗禮，有時候叫浸禮嘅咧？第三課啊，我哋會借一間教會嘅地方嚟到進行嘅。咁咧暫定，因為我未曾約好教會嘅人哋教會啊，暫定9月13號星期日下晝2點到3點半喺 Richmond Baptist Church 嚟到舉行6640 Blundell Road，唔使記住嘅，我會俾呢個嘅資料俾你嘅。請你1點半就到達，因為要先做一啲嘅準備。當日咧，你可以邀請親戚朋友嚟到參加。當日會係一個崇拜，朝早粵語崇拜嘅時間，我哋咧嗰日咧會改做喺下晝2點鐘嚟到進行崇拜。浸禮有宣告，同埋咧有慶祝。好啦，要約定你一啲嘅日期啦。9月6號。我哋教會嘅周刊裏邊會宣布受洗嘅名單，呢啲咧
係喺約談之後先至做嘅。請你8月23號完成晒前面4課，包括埋呢一課，包括埋3課嘅基要信仰。8月30號星期日11點鐘，我哋會有約談，你要親身嚟，我哋會約談。然後第5課呢？第五課即係嗰個問題解答，講你自己點樣信耶穌，咁嗰啲嘅嗰一課咧，我哋咧會喺8月27號星期四下晝1點到2點嚟到進行，只有一次，係小組實體嘅一個嘅上課。呢個就係洗禮班嘅第2課，亦都係成個課程嘅第5課。你必須要上呢一課，然後咧你嘅名字咧先至會喺呢個嘅約談嘅時候會有機會約談。你必須要經過約談，然後你嘅名字先至會喺9月6號個週刊裏邊嚟到宣佈你嘅名字喺個名單嘅裏邊。然後咧9月13號咧，我哋就係洗禮啦。好，明白未？明白嘅時候咧，咁咧你就開始進入呢個嘅第2課啦。第2課咧，即係基要信仰嘅第1課。好，咁啦，我哋喺第5課嘅時候再見咯。第5課嘅時候咧，就係8月27號星期四下晝1點到2點。